大家好，今日我哋嚟深度剖析一部經典嘅定格電影動畫《怪誕城之夜》。呢部係由添布頓構思嘅故事，唔單止係一個節日嘅狂歡，更加係一個尋找自我、文化碰撞、建立唔完美嘅奇幻故事。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走入呢個怪誕又無比溫馨嘅世界。首先，我哋嚟先回顧一下呢部電影嘅精華故事。故事發生喺一個充滿怪誕生物嘅萬聖鎮裏邊，骷髏傑克係眾人崇拜嘅萬聖節之王。然而，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咁樣嚇人，呢件事令到傑克對呢種一成不變嘅生活覺得無比嘅空虛同埋厭倦。某一日，佢喺森林嘅深處無意間被吸入咗喺一個色彩繽紛、充滿歡樂嘅聖誕鎮裏邊，嗰度嘅溫馨徹底震撼咗佢。於是佢興高采烈咁樣翻去萬聖鎮宣佈，今年就由佢哋嚟接管聖誕節。雖然暗戀傑克嘅娃娃莎莉預感到呢個將會係一個災難，同埋想極力去勸止，但狂熱嘅傑克根本就聽唔入耳。萬聖節嘅居民用恐怖嘅邏輯製造咗會咬人嘅玩具，甚至綁架咗聖誕老人，交俾咗邪惡嘅巫師烏基布基。聖誕夜當晚，傑克滿心歡喜咁樣去送出一啲恐怖嘅禮物，引嚟咗全人類嘅恐慌。佢嘅説劇最終仲要俾軍方嘅高射炮擊落咗。墜落咗喺墓地嘅傑克終於醒返過嚟，意識到自己犯下咗大錯。然之後佢就重新返去揾返作為萬聖節之王嘅自豪，並且趕返去萬聖鎮裏邊救出聖誕老人同埋莎莉，等呢個世界重回返正軌。呢部電影最迷人嘅地方係在於角色刻畫嘅心理轉變。主角傑克嘅成長係一個由迷失、狂熱、崩潰去到最後覺醒同接納嘅戲劇性曲線。一開始佢陷入咗一個中年危機同埋精神空虛，對客人嘅專業感到厭倦，覺得生活陷入咗死循環裏邊，急切想尋找刺激。當佢發現聖誕鎮嘅時候，佢進入一種盲目嘅文化挪用同埋自我膨脹階段。佢自大咁認為，既然聖誕老人都做得到，我都做得到啦。試圖用科學去分析聖誕節，但完全忽視咗當中嘅節日給予嘅愛同埋給予，甚至完全聽唔到任何反對嘅聲音。然而，當説劇被擊落咗，佢經歷咗現實沉重嘅打擊同埋崩潰之後，有一段非常經典嘅獨白，完美展現咗佢當時嘅心態轉折。佢對自己咁唱嘅：我從未故意製造混亂，冇人真正了解，他們怎麼會了解呢？我只想讓他們快樂開心。為什麼事情總不是我想的？管他吧，我盡力做了該做的。上帝啊，我真的嘗到了甜美，有一度我甚至碰到了天堂，但至少我留下一些故事讓人可以流傳。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又是原來的自己，我傑克南瓜王。呢段台詞生動咁去傳達咗傑克嘅三個層次嘅深刻心態。首先係對不被理解嘅釋懷，佢承認自己嘅初衷只係想帶嚟快樂，同時接受咗冇人能夠真正理解自己呢個事實。其次，對嘗試嘅肯定，即使結果一敗塗地都好啦，但盡力咁去嘗試本身已經係一個巨大嘅價值。最後係對自我嘅接納。瞓喺墓地嘅佢冇怨天尤人，而係深刻咁反思，最終迎嚟咗真正嘅覺醒同埋接納。佢明白自己唔需要變成其他人嚟獲得快樂，佢原本嘅角色就充滿咗力量同埋創意。喺心態覺醒之後，傑克立即展開咗實質嘅補救行動。佢學識咗承擔責任，冇選擇到逃避，而係立即趕返去萬聖鎮裏邊，從烏基布基救出聖誕老人同埋莎莉。佢將解決危機嘅重任交返俾聖誕老人，等真正嘅聖誕老人出手修正錯誤，展現出真正嘅成熟同埋擔當。而相較之下，女主角莎莉嘅成長就顯得內斂、堅韌同埋非常之勵志。佢由原本一個被動嘅旁觀者，一步步成長做一個勇敢嘅行動者。初期佢只係一個被瘋狂科學家製造出嚟、渴望自由嘅籠中鳥。
非常卑微而且被動，只可以靠偷偷落藥嚟爭取短暫嘅出門時間。但係當全個鎮都盲目去跟隨傑克嘅時候，佢就成長為一個清醒嘅先知，同埋一個孤獨嘅反對者。佢冇因為對傑克嘅崇拜而失去咗理智，反而展現出極高嘅獨立思考能力，從為咗自己逃跑升華到為咗保護傑克同埋城鎮而行動。當傑克出事，聖誕老人被困住嘅時候，莎莉更加克服咗恐懼，挺身而出，成為咗拯救者。佢隻身前往邪惡巫師嘅地盤救人，甚至掹低咗自己隻腳嚟轉移對方嘅視線，完全擺脫咗弱者嘅設定。喺故事嘅尾聲，佢迎嚟咗最後嘅覺醒，徹底擺脫咗命運嘅枷鎖，重新塑造自己同埋勇敢表達咁愛。莎莉從一個隨時會跌落一地都係嘅布娃娃，成長為一個心思最為細密、掌握自己命運主權嘅女性角色。怪誕城之夜用最怪誕嘅外表，包含住一個最溫柔嘅心。傑克教識咗我哋勇敢去嘗試同埋接納最真實唔完美嘅自己，而莎莉告訴我哋點樣去打破命運嘅枷鎖，揾回翻自己屬於自己嘅力量。影片結束之前，我想問下熒幕前嘅各位，有啲咩係你一直逃避，就好似南瓜王咁樣嘅真實身份呢？你有冇試過追逐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光環，結果忘記咗你自己本身擁有最獨特嘅力量呢？希望怪誕城之夜入面傑克同莎莉嘅故事可以令你揾翻重新認識自己同埋勇敢接納自己嘅力量。多謝你哋嘅收聽，我哋下次再見。